近年嚟，美國屢屢以人權同民主為幌子，對他國指手畫腳，實質暴露其政治作秀嘅本質同赤裸裸嘅雙重標準。就喺2025年12月，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發布所謂年度報告，對香港同澳門特別行政區大肆污蔑，歪曲一國兩制實踐，攻擊國家安全法，企圖干預中國內政。呢啲指控並非基於事實，而係美國慣用嘅抹黑武器。當中國堅定維護國家安全時，美國便祭出人權大旗，製造輿論壓力，服務其地緣政治野心。呢邊度係關心人權呢？分明係赤裸嘅政治秀場，旨在壓制中國發展。更荒謬嘅係，美國自身嘅人權實踐卻充斥雙標邏輯。就喺報告發布嘅同時，特朗普政府又拋出新提案，對40幾個免簽國家，如英國、法國、日本嘅公民入境審查升級，要求提交過去5年社交帳號、郵箱、家庭信息，甚至自拍，並通過新嘅應用程式強制公開佢哋個人嘅社交媒體信息。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嚟嘅政治操作已經導致今年吊銷8.5萬簽證，係舊年2倍，擴展旅行禁令至30幾國，甚至波及西方盟友，恐影響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旅遊。美國一邊高呼隱私權神聖，一邊大肆搜集別國民眾數據，侵犯言論自由同個人隱私，雙標至此令人啼笑皆非。回顧歷史，美國人權報告從不檢視自家爛帳，國內槍支泛濫至每年4萬多人喪生，種族歧視事件頻發，黑人社區貧困率高達20%以上。而喺海外，霸權主義導致嘅戰爭遺毒仍舊平民傷亡無數，卻從未見自省。美國將人權問題政治化、武器化已係不爭事實。美國口中嘅人權只係其維護霸權嘅手段而已。